小张，希望你服从组织安排，回日本去。我到底是什么人？君たちは偉大なる大日本帝国の子供としてある。だから行こう。悲しみを共にするは高等高等の規範にて真の権限語るところ君米英二国に宣戦する我怎么想いけねえ。あとお前が決める。あのさ。小伙子，你叫啥名啊？我叫张荣清，张飞的张。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就是土地的主人，解放胜利以后，人民就是中国的主人。你们每个人都会被磨练成男子汉。为了新中国，为了新中国！小张，你是什么人？我是死难哈兰内革命，也是张荣清。我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